一定要學會和一些人一些事說再見。很多事情一直拖着，只會不斷消耗自己，讓人身心疲憊，情緒煩躁。真正的強大不是忘記，而是接受。接受人生中的遺憾，接受人生的孤獨，也接受那個不完美的自己，然後再向前走，別回頭。允許一切的發生，允許自己失敗，也允許人生中的不完美，更允許有些人忽然的離開。這次做不成的事，那就下次再努力。允許偶爾失敗，接受世事無常，聚散離合。一定要學會果斷一點，接受世界存在的不完美，包括我們自己。要勇敢說出再見，才能迎來新的開始。希望大家愛自己和前進的心，永遠不要停下來。